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北市新店一位太太，顶个月底牵狗仔伫社区的外口咧散步，拄到一个生婚的查甫人走过来甲踢，搁地拳头母要甲摸。这位太太惊死，一个当下泉跋倒伫个涂骹。附近的店家甲大楼的警卫啊，听到呼救声，赶紧走过来看。本地想讲，这个嫌犯会乖乖来配合，想袂到一滩混乱逃走了。这位太太讲，恐怖的是，伊早起出门，伊又搁拄到对方，互伊是有够惊的惊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调监视器通知嫌犯到案说明。动手打量你，从后面跑过来，所以要打他。穿粉红色的查某人徛伫咧社区路口带狗仔散步，后壁一批青粉查甫人雄雄掠光，冲过来，敢若要甲伊斩。查某人惊甲伊伫大声吼，查甫人佫毋肯放伊煞，佫出拳甲伊扑。被害者双手保护狗仔，徛袂在，摔倒在地。附近的店家听到有人伫咧喊救命，赶紧倒山共报警。我就看1秒，我就带着我小狗往前跑，我往前跑，它飞快的就边吼我要杀你，我要杀你，2、3秒就到我面前，但我立刻蹲下来，我喊救命救命，我瞬间脑袋一片空白。代志就发生在顶个月29号下晡5点，新北新店这栋社区，查某人无识在对方拄着公桥，软脚坐伫咧涂骹，警卫也走出来了解状况，嫌犯脚底抹油精酸，被害者伫咧因兜门口带狗仔散步，拄着查甫人公桥，惊一个跋倒，落尾甲嫌犯告恐吓，伫咧店前主题区有人伫咧闹代志，边仔阁是公园立体，难免互家长是真烦恼。今天走到央北社区，我只是借故跟那个警卫聊天，那他一样就是慢慢走过去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。我其实很紧张，可能就在我们社区附近。警察调监视器发现嫌犯大部分是用固件方式伫咧路口倒垃圾，怀疑伊就住伫咧附近。最近加派警察伫咧社区巡山水，希望当赶紧找到嫌犯人伫咧倒位，互住户都会安心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